从今年申请了后，全台湾病院急诊人是拢塌塌甜。卫福部长邱泰源昨昏开记者会时阵讲，目前流感甲脑瘤等等的疫情已经有较长好，顶礼拜是已经降低2成，急诊的问题会慢慢消透。若有关护理骹手无够的问题，会建议急诊3班护病比。健保署嘛打算要调悬住院病床的护理费，按算4年要投入100亿的经费。而且嘛，鼓励病院会当甲医护人员、甲薪水、甲人才留调咧。12点才开始联络的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医院有办法短期间把病床做处理了，应该是我们很希望去看到看到真实的一个状况。针对顶礼拜到彰北地区病院视察，况且有病院提前将急诊患者往病房间，营造急诊原价计常。邱泰源带领其他6位司属官员召开记者会，澄清佮强调，伊是用学习心态，无要去突袭。针对护理人员不足的问题，卫福部会建议订定急诊3班护病比、急诊护理夜班奖励，比照急诊一般病床。另外，也就帮广告专台，18外间病院护理人员薪水，像台大病院年资1年以下公职专科护理师，平均月级都有6.5万左右。除了一般急性病房的夜班费之外，那我们所有的特殊病床的住院，那当然是包括急诊护理师的夜班费，那会比照急性一般病床的一个标准来做订定。为着留住护理人力，避免关床，增加医疗体系韧性，健保署也建议调升住院病床的护理费，预计4年投入100亿，每年25亿。那病院调升精管薪水，也是精聘人力，也会增加个别病院有算价度。也会去扣合，那么医院必须加人加薪，好，那么达到这个标准，那么我们会额外的增加它的个别医院的总额预算。另外，大病院欠药师，卫福部委托国卫院做药师人力评估计划，发现咱国药师整体人力虽然增加，也毋过药师为大病院转去社区药局比例提升。医师指出，欠人力的问题会由各病院家己处理，透过调悬薪水等来留住人力。卫福部会照着病院评鉴来监督品质甲职业环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